老师平安，平安，过偌济快乐。听讲过老偌济师欢喜昨吼，去迄个蒙地对无？咱昨去互蒙地咱蒙着，迄个基督徒吼，会去啥物扫墓无？嗯，敢有？就是伫遐过偌济即款诶礼拜，嘿嘿，过偌济礼拜啊！阮即礼拜吼伫泰国是过年哦，所以嘛是足热闹诶吼。咱想迄个我安尼，逐个人拢会去泼水，听讲安尼会祝福吼，有水就有福，因为伤热，泰国伤热安尼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要来讲，咱知影即个是啥物物件？有观众朋友知影无？即个是啥物镜？这毋是是蒜头诶，红啊头，蒜头。敢是蒜头？这是啥物花诶种吼？看有人会当摇着无吼？咱今仔要壁嘛有一个影片，诚水诶花哦。所以呢会当听看到最后，就知影这是啥物若要花吼？讲换种较赢落重肥，是换种较好，安尼较紧吼。这换是种较紧，你重嘿肥落来无效，肥伤重阁是颠倒打去。所以哦，种若是歹，你偌济拢无效，所以讲嘿，爱互伊死去，搁种来，搁种果仔，哦，是安尼，有一个果仔，即粒嘿，吼，即粒咱看到像迄蒜头，其实蒜头。这是百合花啦，哦，老师要讲答案嘛，无人摇呢诶，吼。百合花，安尼看觅啊，诶，即个蒜头是安怎发安尼呢？因为百合花吼，一嘿，个会当代表讲已经伊会死去半冬。等伊是，诶花若谢去以后，伊诶嘿，枝啦、叶啦全部长大。啊，你顶悬吼，伊诶涂骹嘿，诶顶悬，是讲花骹诶顶悬，完全看无着伊一撮物件，着拢总带落去涂骹啦。连会当叶仔拢无甲水也看无，无要紧。呢，一直到冬天到着半冬后，伊着搁出现起来。出现到是，春天，像即个时阵拄啊百合花咧开诶时阵，哦，哦，4月、是，5月，到嗯6月就拢死去啊！死去就完全嗯死哦，直嗯，到明年拢互你袂记起啦，袂记讲你有种迄个物件，拢无人看见。嘿，到明年春天才会毋免过来，家管，免搁甲伊管着，顶悬。落水着免。老师，咱来当顶头生吼，安尼足好诶，对无吼？顶迄以头生，前做毋着诶这代志吼，这毋顶做对诶，顶做，哦，付掉。拢毋免但是，后悔啦，后悔拢毋嘿，免啦。迄叫啥物时光倒流吼，足侪人拢想啊，我若会当转去啥物所在诶时候，我要安怎吼，顶头生安尼，嗯，真生一遍安尼。所以即粒蒜头，这毋是蒜头哦，这是哦，一直拢伫诶，但是嗯，花可能开了就无去啊，真是安尼。所以咱讲，换种较赢落重肥。哎呀，落哦，重即摆肥吼，要讲诶是讲爱换种，就是讲爱顶头生啦。咱像伫圣经内嗯底有足济即款诶假释。哦，咱譬如嗯，讲，有人就讲圣经内伫旧约诶时，甲上帝安尼残忍，拢甲贵嗯族做害了了，做无好代志诶，拢甲伊消灭，甲伊是，安尼残忍。哦，嗯。这所在拢是安尼，因为无法度通改变，就讲出在去啊，出在去就另外一个更较嘿，歹诶人就甲伊毁灭掉。哦，咱来看换种吼，换种较赢落重肥，这是安尼读嗯，诶吼。这是保罗环境，讲诶一句话吼，是是，若是我一定简单要夸口咱诶主耶稣基督诶十字架，因为对我来讲。嗯，世间一定定死伫十字架。对世间来讲，我嘛已经定死伫十字架。保罗伫遐体验讲，我已经死去啊！我会当甲你宣布讲，我即个人今仔日已经死去啊！死去的意嗯，思是讲，我以前掠准做荣耀的，掠准我有啥物才调的，拢总放，就种世界的荣华富贵，我拢甲伊当做粪土啊，拢无路用啊！吼，
啊，就讲我对世间已经死，啊，世间看我也已经死啊，因为我已经无属于世间，所以讲爱处死家己，才会当正做生活的啦。哦，伊个意思就是讲，就是共款咯，过我也就是顶头生啊，重生就是顶头生，重新。咱基督徒拢是顶头生对吧？你若无顶头生，耶稣有讲哦，你若无顶头生，就袂当进天国。讲你定爱过我，那个顶头生就讲你个心智，对你原底迄个人，该处事的，互伊完全无去。啊，顶头生，就是你信耶稣以后有足大改变。咱看圣经有足济，然后咱小等者可能会看到吼。过偌济是要安怎算的？每一天拢有过偌济，啊，拢无共日，拢无一定第几礼拜，毋是讲几月几日就是啥物节，毋是安尼啦，拢无共，啊是安怎算的？咱看吼，过偌济是每年伊的算法是安怎？每年的春分、月圆、春分后月亮圆起来以后的第一个礼拜日。比如讲今年的春分是伫农历的2月30，农历就是照月亮算的嘛2月30迄阵无月亮，所以你要等15日到月圆，就是伫闰2月15日，迄只都要拜三。月圆月圆以后的第一个礼拜日，迄只拜三，你要去等4日个礼拜日，拄好伫当时。我伫2月19礼拜日。是昨，所以昨观众朋友有去迄个有食着卵无？人拢会去分迄卵对无吼？今仔日杜老师来啊！真久无看杜老师。杜老师。对，美秋、明辉、美华足济，今仔足济观众朋友，大家拢迄个放假吼，来遮。帮着，真欢喜吼，真欢喜看到大家吼。好，所以有一个剧本，有一个剧本，这个剧本就是耶稣伊家己要死，要死也要过我，也未发生以前，先甲先讲。你看圣经内底安尼写，马太福音20章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伫路里。带12个学生来边甲因讲，伊带12个学生来边甲因讲，当咱上咱即摆要去耶路撒冷当咱上耶路撒冷，人子要受解送互遮个石头，甲定学师，因会甲伊定死罪。伊未发生诶代志，就甲学生讲讲咱即摆要去，就讲我会互人，互经学师啦，还是讲互迄个这石头掠去定罪，我会互掠去会互处死后来甲伊交互外邦人，就是交互罗马人啦，搁甲伊迄人鞭拍钉12架，第3日上帝会互伊过活。你看即个代志未发生以前，就甲伊学生讲，当然佫有足济，即个若像一个剧本等一个还是讲佫刷落去，就是要演即个，演即个佫足趣味诶，有人伫遐做电影新画面，人讲新画面，伊受害了后，捌用做评估。伫41个中间出现互使徒看见，来显明伊家己是我，煞讲论上帝国诶事，就讲上帝国诶代志伊会甲因讲，伊过我以后，伊定12个死，后来过我，过我以后有40日久，抑个甲伊学生伫咧，伊有拢总有。耶稣拢总有13届显现，有差不多500几个，伊学生以外拢有看到，佫有一届伫加利利边仔山顶，一届显现的是有500个人看到，看到伊个我耶稣，其实有足济人啦
啊，是，这个代志也拢较实啊，所以学生就甲记录起来。啊，五旬节了后，圣灵降临，彼得将做新造的人，就是咱来看彼得这个人哦，伊本地彼得是生做安那呢？咱来看，耶稣有甲伊讲我得要用钉十字架，恁拢要散去啊，恁拢袂认我。啊，彼得就讲无可能啦，就是你死我哪对你死啊？我无可能安尼做啦，哪会当安尼？哦，伊足有把握的哦。啊，伊讲耶稣讲你假提前要3届无认我，哦，足明显甲伊讲啊。啊，彼得毋信啊，讲哪有可能？啊，真正迄顶啊，耶稣互掠去审判，互拍，互骗烂，啊，要钉十字架已经定案，就是要处死啊！啊，伊个彼得呢，看着惊甲人问伊讲：啊，你敢是甲伊共党诶？讲无咯，我毋捌你。第一届，啊，第二届人佫甲问否认，第三届佫甲伊讲我毋捌诶，甲我无关系。当伊否认诶时，伊拄仔听着假在啼，啊，假啼诶时，伊甲想着讲啊，因老师捌甲伊讲呢，假啼前，伊要3届无认耶稣，啊，伊想到即个问题，伊就走去外口哭了。当然，彼得抑个是信心软弱，哦，这是本地诶人哦。后来伊就钉十字架以后，啊，彼得就想讲，佮带几个原地咧掠鱼仔吼，就等于家己厉害，佮再船仔驶出去，佮去掠鱼就对啊。啊，伊掠鱼，啊，耶稣出现伫因诶头前，甲因讲话，吼，讲恁有食诶无？恁希望安怎拍到伊？啊，后来伊看出是耶稣，后来伊改变，啊，改变以后，也袂算拄少哦。咱注意看，耶稣要上天前有交代伊啊，先讲你伫耶路撒冷等圣神来讲，我若去，圣神就要来。啊，来是要甲恁伫咧，啊，恁就要得到能力，所以因叫因着伫遐等，哦，真正因着伫遐等10日，拄啊耶稣过活以后第50日，叫做五旬节，圣灵到，圣灵降落来是彼得一届讲到，就互3000人，有啊，而且吼，速度行传2章41节，就安尼接纳伊个话诶人，拢领受洗礼，迄日信徒约略加伫3000人。另外，你想讲彼得是一个讨海人，哦，一个讨鱼人，啊，伊原底是连耶稣互掠去诶时，伊就讲啊，无咯，迄毋是阮，迄甲我无关系，是即款人哦。啊，为什么伊一届讲到3000人来相信？哦，你就知影讲圣灵的开力，就是讲顶头生，彼得已经顶头生原底人已经死去啊，啊，圣灵进入伊个内面，伊就顶头生换做一个新的人，哦。所以咱看约翰福音7章3节，就讲信我的人，亲像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对伊北内要冲出来。迄个活水的溪包括你需要的、你所有的欠过、你所有的惊吓，拢总无去。迄个溪水养起你的活命，将做一个足快乐的人，足有把握知影你有方向的人，无过是惊吓的一个人。所以。讲若信耶稣，圣灵甲你伫咧，你着换做新的人共款。哦，死个已经过去，就是讲咱甲旧的人处死，来互上帝进入咱的心，啊，将做新的人。哦，这是完整啊，较赢落当肥。观众朋友，你敢有啥物所在需要换诶？像讲，我最近迄骹吼，摔一个吼，歪无好行路，若拄会当订发一支新诶骹，我做现心神，迄啥物壁虎啊吼，啥物
神伊童啊，人讲神童啊，神通啊，对无？伊啊，长去迄个会发出来发新诶吼，规个拢新诶，对无吼？足侪动物拢有即个顶头生诶能力吼。咱人会当顶头生，是毋是做好诶咧？做形神诶吼，观众朋友你老师。心内顶头生较重要。是，就是讲顶头生来性情性灵，看咱伫诶，对无？咱就会当换做一个新诶人。想要比着哦，讲话3000个人拢相信，这无简单诶吼。咱一讲尔，几千人吼，拢军队耶稣安尼，真厉害哦！观众朋友，你嘛会当继续写哦，有啥物所在，你也希望你会当顶头生，你会当去找附近诶教会吼，来敬拜阮诶上帝吼。今仔日老师哦，去迄个，这是228纪念馆对无？有诶伫遐翕诶，有诶伫阮伫厝里翕诶。伫厝里迄个吗？我想讲规个拢是迄个伫迄228足神吼，足神。即个花是足水诶，一个真特别吼。百合花所以有一条歌叫白色百合花。白色诶百合花，即条歌是白色诶百合花。即用日本话唱诶啦，日本话Shira Uri。是安尼哦。咱来看觅啊。即个百合花，我嘛是头一摆知影讲，原来伊就死诶时，啥物拢无啊。死诶时拢无看到物件。拢无看到物件。来几个月了，伊佫家己发出来，嘛免甲伊压水对无？是安尼吗？百合花其实有足侪品种吼。白色诶啊，咱伫遮用诶是白色诶，有哪有红诶啊？对，其实咱有诶人会讲，迄耶稣诶身体去互偷刻出来诶吼。但是为虾米偷刻迄布无刻走吼？佮甲伊，若准是偷刻迄个尸体，应该规个人拢通走对无？结果伊诶布吼，迄个甲伊咧包身躯迄个布，佮留伫遐，是佮留伫遐哦，所以就是证明讲耶稣真正是搁活诶吼。嘛互足侪人看见吼，足侪人拢有看到吼。所以伊大概是3个月吼，2-3个月就发出来吼。到冬天啊，差不多旧历过年就开始咧发呢，到即阵就开出来。就是伊咧寒诶时吼，寒诶时发了上水对无？愈寒愈水吼。这是老师种诶哦，即几蕊老师种诶咩？这拢是啦，拢是啦。拢是老师。唱歌诶是牧师啦。一个牧师。好简单。好嘞。所以咱今仔日讲诶是啥物？歌话。歌话叫做换景啊。太阳落东北。观众朋友，学诶换景太阳落东北吼，真欢喜。杜老师过来，听讲咱过几礼拜当看到杜老师起来对无？后礼拜就当看到。后礼拜就当看杜老师哦。后礼拜伊会向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佮做伙来讲台语吼。真欢喜吼。观众朋友诶，即个节目是台湾台南新教会林老师跟泰国科目语音会嘛是林老师吼，做伙来主持诶吼。没错，有甲咱讲，搁偌济快乐吼，嘛是祝福大家
过偌济快乐。啊，泰国诶是爱讲萨瓦迪比买，就是讲泰国诶过年快乐吼。希望大家拢有一个顶头生诶即个欢喜吼，祝福观众朋友吼，拢搁我来每一工拢做欢喜吼。好，多谢老师，咱后礼拜再会，平安。平安。